来乡亲啊，继续来看鸿海旗下的富士康集团。顶个月，和中国查税以来，网络顶都未少负面的传言。最近佫传出讲，这富士康都要补税，补1800亿的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7949亿。而且佫大约有2万个卡球场遐尼大的土地会去互收回去。鸿海昨暝是发表着重大的讯息，呼吁外界唔通传播谣言。过去嘛捌互中国来动发的远东集团的董事长持续东讲，这中国要查销是真自然，这代表做销的时阵都要维持世界会计水准。富士康工业园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大。查税风波敢是愈来愈大，网络频道用这个简体字写真大字，讲富士康都要补税1800亿的人民币，差不多2万个卡球场大的这个土地会被中国收去。鸿海集团半暝发声明，内容强调讲，这拢是谣言。鸿海讲个别的自媒体乌白讲，严重伤害到因的名声，请大家唔通乌白传，卖保留对造谣者法律的追诉权。外界对鸿海真关心，毕竟伊大选较无3个月。就惊讲中国出手以伤逼正。那我们这个车，我的账很清楚，你随时可以来查，要查账，很自然嘛。我们做账的时候要更维持做世界会计水准。远东的大家长徐福东2年前旗下化纤纺一家水泥企业，和中国讲有违法违规行为，被罚共要5亿的人民币。国台办的发言人佫讲，无因准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伫中国趁钱食碗内洗碗外。和徐福东事后投书表态反台独支持92共识。2016年，台湾海霸王集团嘛，因为好人认为甲总统蔡英文的家族有往来，真日间工厂被抽查。登报纸表态讲，两岸共属一个中国。政治立场较我立赢的基美集团创办人柯文良，2005年退休嘛，有人认为讲是和中国施压。这个其实就是一直以来中国在做的事情。最近郭董的参选那比较让大家有放大的迹象。鸿海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加分的企业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的台厂在中国大陆很多其实是以内销为主的。因为中国调查台商大部分拢针对赖世雄，像民生类的产业，但过富士康是以出口为主，有淡薄无同。随着大选的逼近，对方一举一动拢牵动着两岸敏感的神经。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